上在地方办导览活动的热河文教基金会，因为发现到伫彰化市内这过路人的行路空间已经真狭啊，这顶仔卡搁去互机车甲担仔占强。基金会是特别办一个行路空间公民论坛，来邀请民众实际来行一转，来针对行路空间提出需要改善的所在。 汽机车来去，车速拢真紧，民众伫无青红灯的所在，徛伫斑马线等要过车路，有人赶行李、塞婴仔车，要来了解市区的行路空间有倒位无方便。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行人很不方便，那两旁的汽车又都会会违停，或者是停得非常的混乱，那行人在走都要绕来绕去。咱行路人拢爱甲车咧争道，迄实在就危险的啦吼。啊，尤其吼，咱骑楼个高低不平，个占用。 相较于其他县市哦，其实非常的不友善啦吼。热河文教基金会时常伫中华举办文学行大活动，所发现市区欠缺人行道，顶仔卡互不少机车担头仔占掉的，对过路人来讲真无方便，所以特别举办改善行路空间的公民文化论坛，邀请专家分享日本环境的概念，也互民众感受多元族群的行路体验。 咱有发现讲彰化的路况无讲真安全，啊一寡文化景点嘛需要更加优先，所以这边的论坛，阮使用大卡的皮箱，啊阁有灵武车，啊阁有会使体验是大人行动的体验包，互大家行伫路里，亲身去感受无共群体行路的体验。 基金会表示，彰化旧城区有新型车库、孔子庙、天公坛，侪出名的古迹庙史。这边论坛以文化观光路线做主题，和民众讨论，提出改善意见，透过公民参与，和大家重视过路人的安全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